为着要培养时代运动的习惯哦，国民健康署逐档拢会来办比赛，互老大人加强练习，互相交流。今年已经办第13届咯，嘛已经有将近60万的老大人哦，捌参加过这个比赛。为宜兰罗东北城里来阿嬷罗食淑精，热情搁活泼。去年黄金断出气线癌，本地准备要参加全国时代的舞蹈比赛，迄场讲煞因为要去开刀，高不一将全放弃。今年伊准备要登台，好好伫舞台顶展一个跳舞的功夫。卫生所推动这个，互因有这个舞台，确实讲啦，真欢喜。互阮这个老伙仔袂倒厝的独居啦，坐落椅仔就困啦。来自中华新港国宝外入舞蹈班的阿公郭秋发，今年才到85岁啊，伊嘛真爱跳舞，今年嘛要参加跳舞比赛。啊，不会想东想西啊。哦，袂想东想西，较开化啦。嘿。啊，心情较好啊，人袂记你讲有啥物病痛。为着要互大家看到时代活力，国健署举办全国上大的时代比赛——中正话剧脑化竞赛，8月要起稿。活动的目的是要鼓励时代较接振动身躯，毋但会当培养运动好习惯，放慢老化，嘛会当互身体更较健康。我们更鼓励，除了到社区来，那是有共餐、聊天、交朋友以外，那希望设计一些舞台，能够让他们有一些表演的机会，让长者不要在家里食饭配电视吼，啊，出来了就一群人会当互相开讲，啊，大家就当较快乐。古早人讲的吼，舞台顶吼1分钟，可能舞台下可能爱花10年功啦吼。国健署表示，办比赛是希望互时代生活有目标，嘛鼓励老人参加社区的活动。这个比赛已经办第13档啊，高达拢总有58万人参加。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对老大人的身心健康有帮助。加运动，食老较无病痛，也是讲破病袂恶化，通更好，达到健康老化的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